继续来看南投一个乡亲开车伫咧高速公路顶，搞到一个1公分长的塑胶袋啊！第一时间想讲就无啥，3天后车送保养，竟然发现车的底盘的后身躯，也就是车身，甜高一个的塑胶袋啊！专家讲，有物件卡伫咧车身，唔来影响到行车的安全，若是拄着高温，阁会引发到火烧车，这真危险。 这个展现是赛车上高速公路，这时头前的车加一条1公尺长的塑胶袋仔起来，伊袂危险，只好嘛甲搞过。我先开回南投再处理，开回到南投之后也忘记这件事情。当时车有怪声，不过伊无随去处理，一直到3天后入去保养厂处理，才发现讲，这个塑胶袋仔卡伫车骹，将规支车身拢总包掉咧。 有吓到啊！如果碰到底盘那些高温的话，有可能会有火烧车。专家表示讲，塑胶袋加入车骹，若是甜到车身，也是 ABS 封锁式的刹车系统，会影响行车安全，甚至有可能引发火烧车。也有可能去碰触到触媒、消音器，引起火烧车。 展现时的车虽然无歹，不过有互伊惊到。专家强调讲，咱乡亲若赛车对着类似的代志，应该随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停车来检查，千万唔当勉强硬驶，以免发生意外。